兄弟姊妹，伫网络头上兄弟姊妹，咱要用主的名开始今仔日咱的礼拜，用心灵甲诚实，伫咱的厝内底来敬拜咱的上帝，这是上帝所欢喜的敬拜。用咱的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伊，尊敬咱的上帝，来呼求上帝，进入到咱每一个心灵内面，进入到咱每一个家庭内面，带领咱。伫伊的心内面，咱同心来敬拜。虽然咱无法度看到彼此，但是咱知咱是伫圣神的内面，用合一的心共款来敬拜。上帝看见咱的敬拜，接纳咱的敬拜。咱先来唱圣诗38首，咱用这首诗歌来陪伴咱的心。全能的上帝，管辖万有的上帝，除你赐落雨水，你互土肥软，你互五谷得到丰收。阮迄像阮的感恩，伫抗旱久久了后，你互阮得到这水源。你降下露水来大地以及众人的喙焦。上帝啊，你亲像安尼大水江河赏赐。互阮每一个大慈的心，会让来得到更大的满足。所以，阮悲悯心来到你面前，伫每一个主日、阮组织，所以阮伫教会内面，也是伫厝内底中间，阮会用共款心灵甲诚实来敬拜。现在要开始的礼拜，相信你的神也伫全地中间来运行，进入每一个家庭甲每一个心灵内面。所以，阮已经备办好势讲，我要来敬拜你。无论伫什么种的环境中间，
愿独独敬拜会为改变的上帝。全地拢咧改变，真大变化的时阵，多数你是含得阮每一个人敬拜。现在恳求你的神有灵伫阮中间，互阮伫你神的引带中间，阮进入到自信的敬拜，你所欢喜的敬拜。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我会心神静静，专心听候上帝。我的拯救是对伊来，只有伊是保护我的石盘，我的拯救。伊是我的堡垒，我拢袂动摇。上帝啊，伫你的殿内，愿笑念你的慈爱。我安静等候上帝，他是我的拯救者，只有他保护我、拯救我。他是我的堡垒，我不至于惨败。上帝啊，在你的圣殿里，我们默念你永恒的爱。请咱三家来吟诗，阿罗上帝，圣诗38首，阿罗全能的主上帝。Amen.
上帝啊，你是全能的上帝，你是创造万人有的上帝。主啊，你用你的大权能，用你权能的话去维持万物，主是保护咱每一个人。主啊，你永远做直做恶，大地拢会改变，只有上帝你会改变。大地拢是我国上帝手持万物，有持，互阮会当饱足无水担。上帝啊，阮献上感恩，用你赐落雨水，就互大地的矿产得到滋润，也互水担万物拢会当得到止渴。上帝，阮呼到你的名，因为你是创造万有的上帝，管理万有的上帝。主，你应该通受阮每一个人敬拜。我你名是全地中间，用正来的神来得到荣光，得到称誉，得到上赞。咱同心来祈祷。信哉，信哉，信哉！全能的大主宰，尊贵荣耀的大君王，掌管世间一切的主。你创造天地甲其中的万项物，你的荣光充满了天甲地，愿荣光归于你至权的主。阮要不时称赞上主，阮的嘴唇要常常学乐伊，阮的心神要看靠上主。愿艰苦的人听起嘛会欢喜，就甲我称赞上主最大，做伙尊崇伊的名。全能搁慈悲的上帝，你创造人亲像你的形象，搁予人智慧甲能力，甲你管理这世界。但是人有罪误用这个恩典，犯多多的错误来离开你的道路，亲像迷路的羊群同款。阮过头相信阮家己的计划，放纵家己的情欲。干犯着主你信的法度，应该做的，阮无去做；无应该做的，反转去做。破坏这个世界，使这个世界充满了不公甲不义。主啊，阮求你怜悯阮这款可怜的罪人，为着你所疼的耶稣基督，赦免阮的罪。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对阮的疼甲保护。伫疫情严重的艰难时刻，阮祈求你的保护甲看顾，祈求你爱保护阮的性命，免受一切灾害。阮出阮入，你的保护也临到阮所在环境中。祈求上帝伫阮感觉孤单的时，互阮经历到你的同在。阮也为着确诊者来祈祷，祈求上帝安慰因的心，散去一切惊吓，也散去深人的担忧。特别求上帝医治临到因的身上，互因经历上帝奇妙的作为，身体会当恢复完全的健康。也为医护人员祈祷，求你甲所有的医护人员同在，赐予因饱足的体力、稳定甲智慧。求主保护因每一天治疗病人，也是接触家属、看护人员的时，拢保守因平安健康，也保守因的亲人、囡仔得到真好的照顾。互这医护人员成做病人的祝福，也为着阮的家庭祈祷，伫学校停止上课，伫厝内学习有一个好的环境，互囡仔伫厝内有真好的学习，父母有充足的耐心，伫上帝听内面，用上帝真理来教导。陪伴，互咱的家庭的关系会当更较的合一。
也为阮的教会来祈祷，求主赐福教会牧师、长老甲同工智慧，互咱伫疫情当中做伙同心追求上帝的心意，求上帝来引带，帮助咱的教会伫各方面有即时甲妥当的安排甲计划。求主赐阮帮助咱的政府指挥中心，领受上帝的智慧、稳定甲能力，伫民生、经济甲防疫各方面做上合适的决策，即时的调度。也求主赐阮开路，互咱的国家有够业的雨水、用电甲疫苗，互咱台湾的百姓得到供应甲医治。阮的祈祷无完全，即时阮要因主所教示的祈祷文，谦卑祈祷讲：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实，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城，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息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抵带阮入地狱，就救阮脱离迄个歹，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请咱继续来启印，启印文第55篇，就是马太福音第6章。毋通为着恁的性命要食啥物，要啉啥物伫操烦。毋通，嘛毋通为着恁的身躯要穿啥物伫操烦。性命兼毋是比食物较重要。身躯兼无是比医福较重要。恁看空中的飞鸟，因无种作，无收成，嘛无囤积粮食伫仓库。恁的天父嘛得甲因养饲，恁兼无比因较贵重。恁兼无人想讲操烦会当互家己的性命加活一时仔久。恁哪着因为要穿啥物伫操烦？你想看山野的花安怎伫大丛，因无劳苦嘛无芳质。不过我甲恁讲，连所罗门上樱花的时，伊穿的衫拢无比遮的花的一蕊搁较水。山野的花草今仔日伫活，明仔互人火落火炉。上帝拢安尼甲因装他，伊减袂搁较甲恁装他，恁哪会遮尔无信心？所以恁毋免操烦讲，我毋要食啥物，还是阮要啉啥物，要穿啥物？这个拢是外邦人伫追求的。恁的天父知遮的拢是恁所需要的，着心追求伊的主权，甲伊的旨意实现。遮的物件就会煞拢互恁。所以毋通为着明仔操烦。明仔载的代志，明仔载才操烦。一声，一日甘苦一日长。请咱三甲的金诗学了上帝，信诗36首，上帝恩惠慈悲，请大家坐咧吟。Oh
今来听上帝话，记载伫旧约圣经列王记上第17章第1节到16节。属基列徛起的百姓，第四比人以利亚对亚哈讲：“我记因我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就是我徛伫伊面前者来讲，这几年我若无讲，要无露水，无雨。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讲：你着离开这，我对东西去。秘伫约旦河的东西，基利溪边，你要啉迄个溪的水，我已经命令乌鸦伫遐攻击你。伊就去照耶和华的话来行，去踮伫约旦东西的基利溪。早起时，乌鸦甲伊带饼甲肉；下晡时也带饼甲肉。伊啉溪里的水，后来溪水干，因为迄个地方无雨水。耶和华的话临到伊讲：你起来，去到西顿的撒利法，徛起伫遐，看啊，我已经命令迄所在一个酒馆人养饲你。伊就起来去撒利法，到城门的时，拄当有一个酒馆的人伫迄所在伫抾茶。以利亚就叫伊讲：求你用器具舀淡薄水来互我啉。伊去舀的时，以利亚阁叫伊讲：请你顺手摕淡薄饼来互我。有人讲：我记永远的耶和华，你的上帝来讲，我无一个饼，只有一杯仔面粉伫桶里，甲淡薄仔油伫盘里。看啊，我捡2支茶，要倒去为着我，甲我的囝白鸡，阮通食伊食死。以利亚甲伊讲：免惊，去啊！照你所讲的来行，总是大心甲我做一个细饼，带来互我，然后为着你甲你的囝做医。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桶内面粉袂减少，盘内油袂了，到耶和华落雨伫地上的日。妇人人就去，照以利亚的话来行。妇人人甲伊的家，甲以利亚接做日。桶内面粉无减，盘内油无了，拄照耶和华托以利亚所讲的话。圣经读到这，愿上帝赐予听探伊的话，搁照安尼去行的人。这时要请阿本堂黄牧师来传讲上帝的信息，伊要分享的题目是基利溪边的心花，请咱恭敬来领受。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相信这几天咱拢非常关心新闻的报道甲我同款，可能咱拢关心有2项事。第一项事就是这个疫情，然后疫苗已经送来到台湾这个所在。日本也甲美国送这个疫苗，互咱伫真大这疫情的危机的中间，会当淡薄来小可得到一寡安心。疫情变化非常的紧，所以我相信咱每一个人拢是非常关心这个变化的情形。搁对另外一项事所关心的，就是咱到底现在水库到底有偌济存水？咱经验过去1年这个抗旱的情形，
那所以呢，这落雨及时安尼落来，互咱大地以及咱欠水情形，会当得到小可的疏解。有一个姊妹，伊这真烦恼，住伫台北迄个所在，6月初1开始要限水，本来即礼拜拜四，咱新地即个所在嘛是要限水，也是5天有水，2天无水，及时雨就落来吼，所以即个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当然现在水库也未满，但是呢，至少咱即个紧急水的需要已经得到解决。感谢上帝赐下这个雨水，感谢上帝伫咱疫情开始有即个真大变化的时阵，有及时对美国对日本这个所在送这个疫苗虽然佫欠，但是呢，至少互咱在有这个友谊送来这个疫苗互咱带来一寡的帮助。咱三角祈祷，上帝你是奖励万行有的上帝。自大地拢伫你的宽容的掌管中间，自照圣经内面所讲，遍地充满上帝你的慈爱。伫过去的中间，自阮经历一种欠缺的需要，欠缺雨水，欠缺电，人会当用真大的气力来经营这大地。来经营大自然所带来这电，但是主，若毋是你管理大地、享受人的需要，人的劳力就一切归伫空，人的劳力就袂当做啥物。我们很像感恩，因为伫大地非常抗旱的时阵，你赐下雨水，供给我及时的需要。就亲像你的圣经内面所讲的，就你常常享受，有时这享受看做是慢，但是拢是及时，会当来供给，互阮无有欠缺。我们献上阮的感恩，遍地充满上帝你的慈爱，你的恩典数算袂了。阮拢是对你所领受，也知上帝阮拢大地万物，拢是倚靠上帝。你享受食物，互阮会当得到饱。人靠家己的才调能力袂当做啥物。阮虽然正做，阮虽然经做，但是若毋是你赐下雨水，如你享受这经济，互人会当经常，阮就袂通来满足家己。上帝阮倚靠你，也知只有你是唯一是阮倚靠。阮恳求你。透过今仔日信息，也帮助阮伫各种样的情形，无伫欠缺，无伫危急，无伫真地这个灾难的中间，你拢是阮的倚靠，你拢是阮及时的帮助。你用你的圣手扶持阮每一个人，主你听阮的祈祷，用你的话来安慰阮每一个人，也互阮有信心，在你是阮通倚靠的上帝。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过去一年的中间，全世界拢差不多因为这个 COVID-19 这个瘟疫，所以陷入真大这个风暴中间。差不多世界停止伊的转动，世界的经济、人的整个行动，拢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受到真大的限制甲影响。所以现在咱可能已经有2-3礼拜，咱限制伫咱的厝内底，除了咱需要出去看病，也是咱需要去买物件以外。政府一直要求咱停伫厝内底，莫出去到外口接触。这一方面是防止这个疫情的一个传播，一方面嘛是保护咱家己。咱可能无法度想象，有一天咱会陷入到这种情形中间，因为全球化，飞机飞来飞去，世界安尼咱各国走来走去，若无法度。咱至少会当有真好的这个生活的活动。咱教会所徛起的所在，常常会看见，到若假期的时阵，咱才会非常非常热闹。无论是花市，无论是大文园，无论是新德公园，人拢是满满是。但是现在每一天，包括假期，拢是安尼真安静，所看的人拢是安尼真稀微的人。虽然我嘛是真爱出去。
但是若想象出去就是一种冒险，一种危险，因为你无法度来想象你接触人到底是啥物人，你身躯边的人到底会有危险无？还是你本身是毋是有危险带互别人一寡这影响所以上界好的就是咱来配合政府对咱的要求咱停留伫厝内底中间，这个中间嘛是影响到咱的敬拜。所以我知影伫即个时阵敬拜的时阵，咱有做一兄弟姊妹伫厝内底，伫网络中间嘛是共看到牧师安尼来讲道，然后才唱诗歌。但是现在我知影咱每一个人拢伫厝内底，除了咱必要少数4-5位这工作人员以外，但是我相信我知影咱即个兄弟姊妹共款用咱的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不过即种的敬拜可能甲咱过去几10年的中间的敬拜的形式可能较无共款，但是我相信上帝在咱来用心灵甲诚实、用奉伊的名来组织的时阵，伊永远伫咱的中间。所以，因为疫情，整个世界受到真大影响，特别咱过去所熟悉迄种的经济活动的情形，嘛受到真大影响。所以为着要救经济，维持过去即个经济所带来的生活方式，所以世界各国拢有释放迄个 QE。那即个情形，当然这资产的价格就非常愈来愈悬。股票当然来到即个历史的高点，但是呢，咱所知影即种情形，敢若互咱一种错误的感觉，世界敢若真共款啊。伫过去中间，过去一年，咱台湾是甲世界一个平行空间。咱的科技业嘛，安尼因为疫情，敢得到真大的利益。咱的 GDP 今年中间嘛，敢若有真大一个进步。咱的生活正常，生理较侪，国内这旅游嘛是安尼走来走去，外销嘛是真好，互咱有种感觉中疫情甲咱是无啥物大影响。不过，伫即2-3礼拜中间，咱当感受过去一年久的中间，世界各国所经历疫情所带来影响。所以现在疫情伫台湾嘛共款，有社区这感染、群聚的感染。那大多数行业差不多陷入到即个休克状态。咱所真期待咱真较骄傲的咱的迄个科技业，现在嘛陷入真大的一个情形。咱是科技的重镇，所以2-3间而且工厂有这确诊的时阵报道的中间讲咱的科技业影响甚至影响到全世界的经济。所以这么竹苗这个所在嘛，会当设立一种联合性的阵营要怎样来防止这种疫情伫咱的科技业这个中间的一个影响。所以，咱的政府嘛，必须要对企业、对咱的家庭来进行一种财政的纾困，来协助这企业，也是咱的家庭。做一个家庭会当度过这个难关，所以咱突然间发现一项过去咱所享受迄种自由自在以及真富裕的生活方式，到现在突然间受到真大一个影响，咱都需要必须要去适应这种的情形。当然，我相信咱每一个人，咱可能心内底已经有一条心理的这种有备，特别是这年久的中间，咱可能。看见这个媒体所报道世界疫情发展的情形，世界各国差不多有封城，行动受真大的限制。咱这个朋友可能伫美国生活，伊也甲你讲现在美国的生活拢是必须要做真大的一个改变。去到倒位的时阵，可能无法度真自来去餐厅，无法度真过去安尼去百货公司买物件，去旅游，伫厝内底。教会嘛是同款，无法度真自由安尼敬拜，所以必须要用视讯必须要用电脑这个方式看到彼此来做礼拜。这是过去咱所无的这种的经验。这个时间毋知维持偌久，毋知影。
但是我相信，咱会当体会世界整个所建立起来嘅经济以及遮个企业，其实经不起一个疫情真大一个打击。过去这疫情可能是地区性，但现在是全世界性。旧约圣经有记载以色列全国性以及地区性遮个饥荒。那这个饥荒呢，原因可能是出自上帝审判，嘛有可能是一种地区性、周期性的一个天灾。不过，伫列王记咱今日所读的圣经17章所记载这边的饥荒，是因为过去以色列北国以色列亚哈王最王的时阵，因为无遵探上帝的命令，因为无遵守上帝的约，所以远离上帝，递到上帝的审判。上帝透过以利亚来预告讲，饥荒要有3年半的时间，然后整个土地要有安尼荒凉，树木、农作物无法度来收成，所有这精生甲变性，侪侪人可能因为饥荒来死。饥荒发生了后，上帝就吩咐以利亚去到约旦河东西的基利溪这个所在。然后对伊讲，以利亚，我已经命令乌鸦伫遐来攻击你。但这是非常特别的一个经验。对着鸟只，特别是乌鸦，你可能无法度对这个鸟只也是乌鸦中间来喙内底来摕物件，可能伊食的物件甲你食的嘛是无啥共款啦吼。所以咱无法度，咱可能会食乌鸦，但是圣经内面讲乌鸦袂当食，咱可能会食鸟只。但是现在，咱靠鸟只把咱养饲，这是过去所无的一个经验。以利亚伊无怀疑上帝，上帝安尼讲，安尼命令，所以伊就相信上帝会透过乌鸦来攻击伊。伊听上帝的指示，就来到这个基利溪边这个所在，真正照像上帝所讲的，上帝就命令乌鸦早起时到黄昏的时阵，拢带肉甲饼来互以利亚食。咱可能无法度想象到底伊要去倒位摕即个饼甲即个肉吼，但是总是上帝一定有办法吼，这毋是咱考虑的重点。因为上帝安尼讲，安尼命令乌鸦，就真正照上帝所讲的，伫黄昏甲早起时阵摕饼甲肉来互以利亚食。上帝讲，你伫遐，你来啉即个基利溪的水。那基利溪的水，一直到一段时间了后，无讲偌久的时间，但圣经内面讲到一项，一直到溪林无水，因为迄个所在无落雨。所以我相信这也是一种信心的考验。当这个水愈来愈少的时阵，愈来愈大的时阵，我相信呢，以利亚的心内一定有那感觉非常紧张。就亲像咱过去一年久的中间，到伫落尾的时阵，逐个水库除了伫北边以外，逐个水库差不多拢已经大锁，已经蓄水量已经零啊，拢无水啊，安尼完全大，大部分拢是到10% 以下，所以咱就要去限制这个水。所以当咱看到水库愈来愈无水，愈来愈无水，然后这个湖底、溪底已经拢是安尼显现出来了后，你会感觉讲哇，这个情形搁落去，毋知要怎样。差不多剩落高末的时阵，毋知要哪个生活。我相信以利亚伊心内底嘛共款，但这基利溪这个水愈来愈少，愈来愈少的时阵，我相信伊的心内一定有哪伫所在要怎样，要做这种的调整甲改变，要怎样去适应这种情形。但伫这个所在，以利亚有这种信心，上帝吩咐伊去到基利溪边，停伫遐。然后一直到一个情形，溪林无水，一直到溪林无水的时阵，然后
上帝吩咐伊讲：现在你起来，去到撒勒法的所在。这是真大一个信心的考验。咱所只要为着伊家己做一个拍算，为着未来做一个拍算。现在如果基入溪已经无水，我是不是应该提早起身去到某一个所在，挑取水，看对一个所在有水，我然后去个所在。但是咱看去以利亚伫迄个所在天高溪里无水，然后上帝较指示伊去到撒勒法的所在。同款即个情形，上帝对以利亚讲：你到撒勒法的所在，我已经伫遐命令一位寡妇来养饲你。上帝做这项事，毋是以利亚本身去找从找什么，乃是上帝吩咐伊所要去的所在，然后上帝负责来养饲伊。特别要养饲伊的是一个送乡的寡妇，因为酷寒的关系，这个寡妇其实厝内底存1百米粉以及淡薄的油，有一个囝，所有这食物只有存1顿到夜通食，所以以利亚去到撒勒法的所在，就拄到伊。然后1杯米粉、淡薄油、2支茶，这物件只有伊甲伊的囝1顿通食。所以伊安尼讲，这物件食咧，就等死啊，就无物件，意思就是无物件。上帝吩咐这位寡妇来供给以利亚的需要。我相信以利亚心内底有哪同款。为什么无一个较富裕的家庭？为什么毋去这个大家户的大户人家的所在？有够野的一个食物，可能有够这的粮食会当互我食饱。寡妇本身饲家庭无都饲的我，要怎样阁加一个人呢？我相信这寡妇嘛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可能过去嘛是中产阶级家庭，可能伊本身嘛是会当日子会当过，但是经过差不多1-2年的抗旱，还是饥荒了后，我相信有真侪人拢会受到真大一个影响。所以这是一个信心的考验，这个信心的考验，毋但是对着以利亚，嘛是对着这个送乡的寡妇。所以当以利亚对伊讲：“你着物件煮来互我食，细细饼，互我的时阵，对这寡妇来讲，这是一个信心的考验。我已经无法度来饲我家己，饲我的囝，食了我就要等死。为什么上帝阁吩咐你来？这是真大开很大的玩笑。但是以利亚对这个寡妇讲：毋免惊，你烫你的米粉袂减少，你办你的油嘛用袂了。”所以，这是以利亚本身的信心。伊所靠的信心，乃是讲上帝安尼吩咐。然后，这个信心也影响到这个寡妇的信心，因为咱同齐来倚靠上帝的供给。所以，这是伫欠缺的时阵，咱无加添家己的判断，咱无去计算到底咱拥有偌济物件，咱靠偌济物件会当来生存。独倚靠的是上帝安尼讲、安尼命令、安尼吩咐，所以咱就照信心安尼来接受。所以这是对上帝单纯的信心，互伊会当突破现状。现状所看的物件欠缺，现状所看的物件无法度来生活，但是以利亚以及寡妇因同齐来到上帝面前，上帝安尼讲。我就安尼行，所以你会当想象一个情形：当烫你的米粉、拌你的油、2支茶煮1顿了后，后1顿要怎样？所以第2天，因就需要凭着信心
来到这个桶的面前，拍开桶，看卖啊，还有一把面粉伫这个所在，拍开bàn里啊，还有几滴油伫迄个所在，伊去抾茶来煮。第二天用刷的时阵，可能第三天佫共款，必须要有信心来到这个面前，佫拍开桶看卖啊，佫出现一杯面粉啊，佫有几滴的油，佫校举一天来用。安尼每一天，因必须要信心来到这个所在，领受每一天才会牛食，安尼一直到饥荒结束。这就是圣经内面所讲的上帝啊，你将每一天的牛食赏赐互阮，无欠亏。逐天日用的食物赏赐互阮。我相信这也是过去伫撒勒法这位寡妇甲以利亚因同款所经历的事，领受每一天上帝的供给。整个百姓拢陷落伫饥荒的惊吓中间的时阵，咱来想想，伫撒勒法这个偏乡的所在，一个寡妇甲伊的囝，以及上帝的先知以利亚，就伫迄个所在安静领受上帝真奇妙的供应。毋知伫现在，咱的社会也是整个国家陷入真大遮混乱的时阵，你可能拍开媒体无共款的政党，就一个所在口水之战，面来面去，讲来讲去。可能你心内嘛有一寡惊吓，这个惊吓是讲当时我会注到这个疫苗。你可能留伫厝内底讲，我伫这个所在，我真安静。有时你想讲，我若出去的时阵，毋知烦恼。我边仔的人，也是去到卖场的中间、菜市啊中间，人处处都你的时阵，你身躯边有危险也无？是伫现在真做危急的时阵，你会当伫厝内底真安静，犹原存着真大感恩，拍开你的圣经，祈祷，真安静，上帝来感谢讲，上帝啊，感谢你赏赐互我每一天的粮食，我无欠亏。咱心内犹原非常平静，伫信心的中间，心内有真大安慰，讲上帝啊，我献上感恩，我的心平静安稳。我知影上帝，你是掌权的上帝，你是供给一切的上帝。所以伫真大混乱纷争的时阵，遍地真大这惊吓的时阵，你的心内有信心，又会当平静安稳也无？我相信这就是伫撒勒法迄个所在所发生的事。那必须要学习信心的功课。有几项信心的功课，咱当对这个故事中间来学习。第一项，我靠上帝供给咱每一天的需要。台湾算是富裕的一个所在。毋知你有法度体会到一种欠缺的情形？厝内底可能存一天的粮食，可能毋是亲像一杯面粉、几滴油，你著拍开你的米红的时阵，内面存一杯米。这种情形有可能，就是像伫日本时代，也是拄战争衰的时阵，物资拢非常欠缺。现在差不多靠年纪的人咧讲，我来当食一碗的白米吼，迄是偌幸福的代志。有时咱来感觉讲，现在咱会当对咱的后辈安尼讲，过去我拢是食迄个番薯签，物件非常欠缺，就会当食一顿饱就袂歹啊。若食按摩呀就袂歹啊，佫有当食迄饭吼。饭内面佫有真侪只石头啦吼，佫有一寡米糖啦吼，佫有一寡只番薯签，这是阮过去过生活啊。现在人较无度体会，咱若对后代人讲，对这囡仔孙仔讲，伊讲迄是恁甲过去，阮即摆都无想象着安尼。因可能无度来想象，有一天伊嘛面对这种情形，如果疫情，如果佫有一天雨水无落来的时阵，迄种空闲无度食物的时阵。因才能体会现在我的厝内底竟然到这种的情形，一杯面粉，几滴油，一顿毋知影。
你拍开你的存折的时阵，可能内面的数字非常的少，3位数字，一天的生活需要安尼尔，3位数字不到1000块，可能要买一个物件，买一个面包，电钱、水钱，永远都无够去啊！只有够一天的开销。这是为什么？咱现在必须要纾困，因为我有一寡亲人也是朋友，因过去的生活就是安尼，可能需要摆摊，现在拢禁止无多生活。这为什么现在足侪这店面偷偷开店，要一工人来生活？若要工作的时阵，因就无多活落去。毋是因为咱笨蛋，咱嘛要真殷勤来做工作，但是因为种种的原因，亲像现在拄着这疫情，经济真大的变化，禁止人甲人中间的接触，伫无料想的中间，这代志发生，所以咱的收入受到真大影响，咱的生活受到真大影响，所以咱必须要纾困。钱发落去的时阵，这是救命钱。啊，因为你无多想想，这是救命钱，因为这必须要靠这个接受这的纾困、这的补助，然后让你的生活3顿会当来过去。当咱面对这种欠缺情形的时阵，咱任何人拢会感觉非常的惊吓，而且更较大的惊吓就是讲，这种情形唔知要维持偌久的时间。过去以利亚是有过3年半，但是现在到底维持偌久，咱唔知。而且这种情形可能起起落落，感觉已经解封，重新封城，解封，重新封城。这种疫情所造成的经济的问题，到底要过偌久？有一个统计就是讲，房贷加信用贷款，信用贷款就是厝内底无钱，那需要贷款吼。房贷加信用贷款，30几万户的人就是安尼，都钱都无够用啊！你平时3顿都无通物件通食，还佫遐侪贷款。我几年前去到土耳其的时阵，我是甲导游住共一个房间。那所以呢，每一工差不多10几工的时间，伊若转来，但是办煞阮就伫房间内面伫遐讲话，了解伊做导游的情况。伊感觉讲非常安慰，因为伊所带的即种的旅行团是真热门，土耳其、希腊，所以一年中间拢带过来10团安尼吼。所以我若算算讲，你收入袂歹哦，伊来笑着讲，嘿啦是袂歹对啦吼。即中国感觉是，如果日子照常安尼过去的时阵，伊的经济、伊的生活拢是袂歹，可能还佫贷款会当来供给厝内底的需要。所以每一遍现在疫情发生的时候，我就想着即个导游，伊的日子现在怎样？一叶知秋，这种情形就是发生伫所有可能普遍的家庭中间。这种情形，全世界所有的人拢期待，所有的希望拢放伫疫苗，就亲像咱台湾现在共款，没有疫苗，所以有这疫苗送来，对美国还是对日本送来时，咱感觉非常对因真心的感恩，愈济愈好。解决所有问题的一个方法就是疫苗，但是咱无法度去想象，也是去料想到。到底疫苗是毋是真正带来完全的解决？因为这个疫情还是这个病毒不断的变化。伫过去的中间，咱嘛无法度想象，一年的中间，咱竟然所有这个水库水差不多拢打去，及时雨差1、2工尔，雨落落来，解除迄种禁水的情形，咱无法度想象。所以咱也无法度想象，可能5工。供给水2工无水，若是佮继续落去，可能是3工，可能3工4工，过来可能就是到尾啊拢无水。所以这种的情形，毋是迄个经济，毋是迄个收入减少而已，甚至已经危害到咱的生存的问题。所以拍开这电视的时阵，看这消息的时阵。
咱可能心内会感觉讲啊，咱已经小可问题会得到解决，因为雨水已经落来。然后雨愈大愈好，最好是真大雨，也无水灾，安上介好。最好是有风台来，啊，风台是小小的风台，但带来雨水，无带来灾难上好。咱拍过电视时阵，日本、美国送疫苗来，带来互咱真大一个希望。但是咱毋知影这个情形到底未来怎样，也毋知。亚利米书17章安尼讲，伊讲，我靠耶和华，耶和华最通我靠的，即个是有福气的。伊要亲像树栽种伫溪水边，伫水边的所在有根，炎热来的时阵，伊无惊吓。叶要青翠，伫抗旱的年嘛无有挂露，而且会当结果子侪侪。我靠耶和华的人，伫抗旱的年嘛无有挂露。就是今日共款，我靠耶和华的人，伫现在疫情变化的时阵，也是伫真大抗旱无水的时阵，咱犹原无挂露。也是伫经济真大变化，咱无真大收入的时阵，嘛无挂露。因为我靠上帝的信息甲伊的应允，咱面对真大的考验甲困境，亲像炎热临到，咱有上帝的供给，咱袂孤单，因为上帝供给咱一切需要。面对这营疫、瘟疫以及这经济问题，当然咱真大的气力去做这事。那么替这医务人员，也是所有这开发这疫苗这公司来祈祷。当然，单单亲像咱一人执事所祈祷的，嘛就为着第一线这医疗人员来祈祷，因为面对真大的一个困难。我家个亲人嘛是伫疫调，伫迄个卫生局咧上班。咧做疫调的工作，非常非常无用。已经差不多1年久的时间，差不多蜜甲年、日甲暝，无眠无日，而且嘛无啥物假期，安尼来上班。然后一个出现，就用这个时间去做疫调，去追查这个代志。所以，咱体会，这是第一线的人，因所面对这工作压力。甚至伫医疗第一线的工作人员，因面对毋但是工作的重担，而且是性命危险的时阵，咱替因来祈祷。咱有真大的真大的气力，来度过这个真大的危险，甚至真大的饥荒、经济的问题。尽咱的气力，但是我想上界大我靠，永远是咱的上帝。因为伊是咱上大权能的一个掌管者。伫这时阵，我靠人的气力、人的智慧，以及开发出来这疫苗，以及所有这财政的一个资源。但是，咱上界大我靠，对咱基督徒来讲，也是对上帝的信心。上帝用超过咱所想象的奇妙方式来供应咱的需要。所以，亲像咱今日所读的圣经，咱可能无法度想象，伫饥荒的时阵，以利亚是伫基立溪边靠乌鸭、溪饼、甲肉来得到食饱。伫撒勒法是我靠一个上界送香的寡妇来养饲。布道家穆迪伊的老母。也经过一个真艰苦的期间，伊的丈夫真早就过身，然后伊单独必须要养饲9个囡仔，寡妇以及9个囡仔。所以厝边就苦劝伊讲：你家己是一个寡妇，你怎都会当来养饲这个囡仔呢？你家己的工作还佫有非常大的困难。
这9个囡仔要怎样，所以最好送几个出去互别人，安尼会当减轻你家己负担。每一个囡仔拢是心肝宝贝，所以要送一个出去，拢是真困难的代志。伫咱早期中间，拢有真侪这养子啊、养女啊一大堆，9个，所以每一工伊若想到这个问题的时阵，伊就心非常艰苦。有一暗，这个囡仔拢困，伊家己伫个所在，嘛是共款想到这个代志，安尼大啼哭。后来伊就拍开迄本的圣经，这是伊的先生所留互伊的。伊拍开的时阵，伫耶利米记49章这个所在有一段经文。伊讲：你留了这个孤儿，你所放下的，我要保全因我。你的寡妇也通倚靠我。哇！这段话拄是伊家己本身的情形。放了这个孤儿、寡妇，这个所在上帝有一个应允，通倚靠我。所以穆迪伊的老母呢，因为这句话受到真大安慰。所以呢，这段圣经中间，伊就写一个祈祷，讲上帝啊，我知影这个囡仔是你所赏赐予我，甲我的先生的产业。你也将这种幼稚因的责任放伫我的身上，现在我家己孤单一个。但我会尽我做老母的职务，尽我的气力来养饲因。但是上帝啊！照你所应允的，你就要互因活，做因的天父，带因照顾。这是伊所写来的这段圣经的边啊。所以穆迪的老母呢，一世人非常敬虔，然后安尼，你当想象迄个艰苦、迄个尽力来养饲9个囡仔。然后这9个囡仔中间，教养因、养饲因，互因敬畏上帝。伫这囡仔中间兴起一个叫做穆迪的人，我相信这是上帝的信息，替伊照顾，而且保守伊的敬虔，伫中间来兴起一个真伟大的信心的伟大的人物穆迪，真做真大的祝福。第二项，咱来倚靠上帝，每一天的恭敬以外，第二项，咱来持守甲上帝的约，想要得到上帝的祝福，就一个关键，就是忠心来持守甲上帝的关系。约翰福音15章讲：你若常常伫我的内面，我的话伫恁内面，恁所愿意的求就要互恁。饥荒的年，圣经内面记载足侪几啊遍饥荒，有一遍饥荒。以撒拄着饥荒，所以上帝对以撒讲：你着要留伫这个所在，来着留伫这个迦南地所在，毋通去到埃及。我就要甲你同在，祝福互你。迦南地得着饥荒，拄着饥荒，上帝对伊讲：留伫这个所在，留伫饥荒的地。我要祝福互你，互你的后代亲像天顶的星。要成做全人类的祝福，所以以撒听叹上帝的话，遍地饥荒的时阵，上帝甲以撒甲同在，祝福互伊。迄年圣经安尼记载，伊得到丰收百倍。人咧饥荒，但是伊得到丰收百倍，因为尊叹上帝的话。约瑟伫凡事中间敬畏上帝，所以伫迄段时间，全埃及以及周围的所在发生真大的饥荒，差不多全地都无法度活落去。有7年真大的饥荒，但是上帝透过约瑟保全埃及全地以及周围这所在百姓的性命，然后保全伊的家族，而且互伊的家族伫迄个所在得到真大的兴旺。全地饥荒的时阵，敬畏上帝的人，因得到兴旺。咱无多想象，伫遍地饥荒的时阵，敬畏上帝的人，持守甲上帝关系、对上帝信心的人，得到上帝的保全，而且祝福百倍。
第三项，咱要学习的就是，在咱经济真大困境的时阵，犹原要学习真慷慨来施舍。经济有出危机，而且咱对经济的前景有一寡惊吓，所以大多数的人，我家己可能有这种的惊吓，会顾虑咱家己的需要。伫这种情形，为着家己保留一寡，控制咱的支出，这是咱面对这种经济危机的时阵，咱会做的一种的动作。但这种动作有可能影响到咱对教会、对上帝国的一个奉献。有时咱对上帝有这种合理的理由，伊讲现在上帝啊，我需要这个金钱来应付我生活的开销，无够。我可能有经营公司，我经营公司可能有一寡财务运转的问题，所以然后一天等经济危机过去，情形较好势了后，我赚一寡钱，我当补偿我过去所欠的这个奉献。所以咱有这种危机，也是一种循环。经济危机、惊吓、挂虑。咱的目睭看伫这困难甲欠缺中间，所以呢，咱就停止奉献。这是咱一种自然的反应。哈该书第一章安尼讲：，恁五望会当得到丰收，但是结果恁的收成非常的少，因为每一个人顾念伊家己本身的家庭、伊家己的需要，但是互上帝的殿荒废。所以上帝就讲，你来试这种情形，奉献，顾念上帝的殿，顾念上帝的需要，看怎样上帝会当去重新赐福予你。我想这个广告，咱每一个人一种的自然的反应，对伫饥荒欠缺时阵的反应，保存家己需要的优先。但是上帝赐福的原则，甲世界的原则是无共款。咱可能想想讲，上帝啊，你赐福真侪互我，安尼我会当靠较侪通出去。但是上帝赐福是，咱怎样来奉献，上帝就赏赐咱较侪。所以箴言十一章就讲到一项，箴言十一章讲，人愈施舍，就愈好业；人愈当生，就愈善巧。这个所在，咱常常做一种改变。人若好业的时阵，伊就当施舍。圣经毋是安尼，圣经是讲人若施舍就会好业。咱感觉讲，咱若是愈做，咱自然就互人愈做。圣经原则倒变，你愈要保留家己，愈当生，就愈善巧。哥林多后书第9章，嘛有讲到一项，咱对上帝的家就要慷慨，要知也少的收少，也多的收多，所以大家人就照家己所决定的来献，唔通勉强出于甘心，因为上帝欢喜奉献的人。然后，伫这所来讲到，上帝会将逐项恩典丰丰富富赐福予恁，毋嘛是家己逐项教业，嘛会当做逐项的好事。伫这所来讲到，咱施舍，咱伫奉献中间，上帝赏赐咱侪侪。供给经济互野种的，佮赏赐食物，互人食迄位上帝。会将恁所需要的经济来供给你，佮互恁经济侪侪，互恁会当结仁义的果子，嘛会当互恁伫凡事富足，通随时慷慨施舍，安尼互真侪人通过阮所接恁的礼物来感谢上帝。这个所在讲到一项施舍，帮助人。这个所在通常无讲到一种条件，等你到好业的时阵，等你到富的时阵，等你到有通出去的时阵，你才通出去。无讲到这个条件，那是讲到
施舍。任何的时阵，你拢会当施舍。经济危机的时阵，操练一种的信心、奉献、慷慨、互人，这是一种信心的操练，也是咱领受上帝祝福一个良性的法则。三种信心的操练，第一项，倚靠上帝，供给咱每一天的需要。第二种信心的操练，持守咱对上帝的信心甲倚靠，以及甲上帝的约。第三项，持守咱慷慨的施舍，咱对人、对上帝慷慨的付出甲奉献。所以撒勒法这个寡妇，伊献出一天活命会食物，所以上帝报答伊，互伊会当靠这个仅有的一日之粮，靠这个物件来度过3年的饥荒，来经历上帝真奇妙的供应。所以后来有一遍，伊的囝安尼重病来死，上帝互伊的囝可以当真奇迹，佮活起来。今日同款 ，COVID-19 以及所发生过来这个经济问题，对咱来讲可能是真久时间咱所经历的百年一见的危机。咱用真侪只的方式，用真侪只的方法，要来解决这种困境。但是对于上帝的人来讲，一方面当然咱需要尽咱真大的快乐，咱来为着这的人来祈祷，恳求上帝透过人的努力，透过人的智慧，会当找出这个解决的方式。但是，这也是伫这个情形中间，也是咱基督徒操练咱的信心上介大一个机会。关键就是咱对上帝的态度，持守甲上帝的关系，做咱应该做的事，尽咱应该尽的责任。但是咱用信心来倚靠上帝的供给，遵谈上帝的话，而且慷慨来奉献供给，安尼用这种信心来适应度过咱现在所面临的一寡问题。咱会当来经历一项，伫遍地遭受真大患难，以及这个经济危机的时阵，伫饥荒的年，咱犹原会当经历上帝的新约。咱三甲祈祷，主，你是阮通倚靠的上帝，你伫宝座顶，你掌管万人有。我来相信上帝啊，你是供给我每一天需要的上帝。做人的能力有限，特别伫这是阮所面对的危机中间，才当体会人所会当做是何等的有限。完尽阮家己的努力，真大智慧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上帝啊，你是会当掌管万行有的上帝，你会当知影将来所发生的事。无论是现在，无论是未来，我相信我拢伫上帝你的面前，拢伫上帝你的手中。你用你权能的圣手扶持我每一个人，用你奇妙的作为来供应我每一个人需要。所以伫这个特别的环境中间，互我搁较深来倚靠你讲，上帝啊，我会愿亲像过去伫撒勒法迄个所在，平静安稳，倚靠上帝你的掌管。所以上帝，互阮伫欠缺时阵，阮无欠缺信心；伫阮失去真侪这事项的时阵，阮无失去上帝对你的信，阮对上帝的信仰。主啊，有真侪时阵，阮甲人的关系、甲人的接触已经过长的时阵，上帝啊，我甲你的关系无过长，你伫阮的身躯边照顾阮。有你甲阮三甲同在，我会当享受平静安稳。我相信上帝啊，你会当供应我每一天的需要。我信心来倚靠你，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请咱三甲来吟回应的诗，圣诗574首，明日只有信靠主。请咱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恩典。咱会当透过邮局的微博，也是汇款的方式来奉献。我的天，阮献乎你，养出龙潭的情。我会在情你手中，甘愿向你做基督。阿门。所有富贵财宝都从你那里来，你能使人强大健壮。我们不过把属于你的还献给你。我知道你试验人的心，你喜悦正直的人。
我以忠实诚恳的心，欢欢喜喜的把这一切献给你。我看见你的子民也高高兴兴的带着礼物来献给你。阮伫天顶的爸，阮感谢你，你赐予阮财富，予阮会当食用，享受日光下面落落得来的好处。赐家己的魂伫落落中喜乐，这是你的恩赐。阮要透过奉献来纪念你，纪念得到财富的力量是对你来的。愿你照你的心意来使用阮的奉献，赐福你的教会，赐福你的事工，赐福你的仆人。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阿门。这时来报告。本会配合中央防疫的政策，到6月14号暂停主日2场的实体礼拜。6月14号以后的主日礼拜，咱爱是疫情的情况来调整，请兄弟伫厝内透过网络直播来参加礼拜。本会6月6号开始，每一个主日拢有华语、甲台语的2场网络的礼拜。欢迎兄弟同心参加礼拜。华语的礼拜是7楼副堂录影以后，每一个主日上午的9点伫网络来播放。后礼拜主日因为是国月节连假，2场礼拜是连下来举行，时间是上午的10点半。台语的礼拜是每一个主日上午的10点半，伫8楼主堂现场网络直播。2场的礼拜直播的现场，同工有限制伫5个人以下。若是主日轮值后生的同工，会使视情况来调整。后生的同工若有需要爱来调整的，请甲局产干事来联络。密闭句儿童的网络礼拜，每一个主日是上午10点到10点半。主日到周间的团契小组聚会消息，请尽量透过网络来聚会，并且汇报聚会人数予玉山干事。近期教会要建立关怀系统来关心教会的机体。若是团契小组，也是教会中有需要特别来关怀兄弟，请联络后生的同工。防疫的期间，教会的同工也是维持正常的上班。报告以上，请牧师来补充报告。后一礼拜是迄个端午节肉粽节。所以照咱的主日，而且轮值的安排呢，咱是后礼拜是一等个礼拜2啦，那所以讲道咱有请原谅长老来讲道，所以后礼拜是只有10点半才有网络的直播，所以请兄弟姊妹共款同心来做礼拜。咱有真侪咱的团契甲小组以及咱事工团队，这段时间嘛是拢咧聚会拢是透过咱的视讯可能咱的视讯伫遐个聚会，是非常好。而且呢，即个聚会甚至会参加的人比以前更较侪。因为过去呢，咱可能无法度讲我来到这个小组中间来聚会。但现在有视讯无论你到什么所在，还是你外无闲，有当时你就10分钟、20分钟出一个声，讲我伫咧甲咱伫视讯中间讲话互相关怀。所以呢，这个场务呢，当个比以前更加灵活来使用所以我咱鼓励兄弟姊妹，有咱共款，逐场咱这聚会来当透过视讯来举行这段时间咱来透过咱的这视讯，也是透过咱的网络咱彼此中间咧靠寡联络咱每一个小组团契可能拢重新做一寡安排团契也是小组过去拢已经分小组不过现在会当做一个5人小组、6人小组、7人小组安尼然后大家互相安尼定期的时间敲一个电话，彼此关心现在怎样
所以咧透过即个电话，咱较稳群咧敲电话联络啦吼。伫这中间咧有真大一个变化，所以咱若是上班也是出外甚至有一寡情形，咱需要互教会牧师，也是咱同工知影，请你敲电话。这个中间当然咱常常会看见有一寡人可能需要匡列，然后可能需要隔离啦吼。然后真正有即种情形可能咱的生活会受到这影响所以若有即个情形，一定要有教会知未报道出去但是呢，至少伫需要中间咱会当互相供给即个需要吼。所以这段期间，就兄弟姊妹有任何这个问题咱教会是上帝家甚至厝内底的人，咱就互相扶持，这个帮衬吼。所以，互咱伫教会内底听，当真好的这个扶持连接。伫这中间呢，咱可能咱若是有手机这手机呢，这个中间有一个 QR code 你若翕相起来，你就通进入到咱的教会的官网9@的所在。咱每一礼拜才会直播，你若进入到这个9@这个所在，你若点落去，就通看到咱的直播所以咱的礼拜无受影响所以咱这段时间第二共款咱透过无共款的方式敬拜上帝，透过无共款这个方式甚至还佫较密切彼此的联络甲关怀。来吟祝福差遣的诗歌，信诗18首，愿主人脉甲你同在，经丝线要请黄牧师来教导。愿主人来甲你同在，无论去啥所在。愿主所予你心身的安宁，甲你分享主的听堂，亲像灯那活水。地无有暗暝，看见主的光。愿主真爱甲你同在，无论去啥所在。愿主所予你心身的安宁。甲你分享主的听堂，亲像灯那活水，地无暗暝，看见主的光。愿咱主耶稣基督恩典，以俾上帝的听堂，以及圣神的相通，手术的平安。记录甲咱众人三甲同在，第即条直到永远无衰。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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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姊妹大家平安，愿上帝甲咱三甲同在。